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农业改良场岛南分场的场长黄瑞江，专门咧研究土壤，嘛真爱翕相，这个翕到20年，日前伫农业会邀请下，整理25张的相片，来举办人生第一场的摄影展。 向大伯的作品来甲大家解说，伊是安怎翕的。这位是台南农业改良场岛南分场长黄瑞江，嘛是一位摄影家。伊伫咧农业这地专门伫咧研究土壤，所以翕的主题嘛拢甲土有关系。我们那时候在盖了清水公园，盖好之后，为了要行销，我们找了专业摄影师来帮我们摄影。那摄影我发现，哎呦，既然透过摄影师，我们每天待的地方，完全看得不一样。那时候就勾起我学习的一个动机啦。黄瑞昌伫咧农改场做事，要帮助真侪农民解决土卖问题，所以开幕这天有真侪农友特别来这参观伊的作品。洪老师在农业真的对我们帮助很多。人生头一场摄影的展览，展览时间到12月底，欢迎大家有闲的时间会当来这参观。我前面就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